继续来看云林水南的旱资社区，积极推动社区营造，把这个社区趴远的空地啊活化再利用，来打造古井花园。唔但得到建筑奖，嘛找回在地人共同的记忆。云林县水南乡旱资社区利用社区的空地啊，佮整理过保留农业时代古井花园，是社区大人囡仔拢真爱去的所在。一世纪吼，大家拢来看，大家都足学乐。好，真好咯！这老伙仔早时、下晡时啊，通去运动啊。真的是大对这口古井有真侪美好的记忆。地主一个知讲社区要改造尔，遂将土地捐出来。水保局就来看，看咧，就将这块地吼，安尼规划到设计吼，甲完成起来。这个古井花园，唔啦民众真介意，同时佫有得奖。今年都摕到迄个建筑员来奖，这嘛是算讲非常无简单。伊的设计吼，甲规划动线吼，拢做了袂歹。在地人拢期待讲，旱资社区会使愈做愈好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